那你可以放那边。田中地区是我们彰化的米仓之一。那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白米，那白米因为晶莹剔透，又非常的圆润保水哈，所以又有珍珠米之称。那这几年来也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黑米出来，黑米呢花青素非常的高，而且呢对于老人的这个便秘啊非常有效果哦。那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黑米白米要来行销我们这个田中，那透过黑米白米把它做成17样的米食哦哈，其他的米食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哦。我们知道的广米汤啦、粿啦，我们的这个米胎饭啦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霸掌，很多17样。那镇长呢也从以前就非常重视这个亲子，所以在这一次的过程中也准备了非常多的 DIY， 那很多又跟环保有相关的哈，那可以期待。再来我们呢，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也会一并在这边，还有歌星来出阵哦，什么庙会女神啊，什么很多的这个甜心宝贝都会利用这个时间来跟乡亲来见面哈。那除此之外，很多的农特产啊，以及很多的观光工厂要形象给大家。在我们田中地区有我们的这个口罩博物馆、袜子王博物馆，那还有我们的自行车啦，以及森林步道等等哦，非常值得大家来田中。除了跑马拉松，还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来一趟田中的轻旅行。最主要还可以把这个黑白米啊，能够呢这个好好的尝试一下。那这次的镇头很用心哦，把很多的县市最好的镇头都找来了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大概也知道是黑就是黑米，白就是白米。它在我们浊水溪所灌溉出来的，我们田中的一个农产稻米就是黑白两稻，简单就是这样，让大家去体会到这两种稻米的一个吃法、营养分。我相信说归说，还是大家吃，希望你们来到田中品尝。我们田中的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等于说是非常的地灵，所以我们宗教宫庙在我们田中是最多，在彰化县来讲，所以我认为现在宗教都是比较老化，我希望要让年轻人对宗教的关心、对宗教的了解，还有对宗教的一个传承，所以我特地办那个宗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比赛，就是跳桩的表演，而且是我们彰化县目前还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够推动。